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湘北市有一间卖麻油鸡的连锁店，昨尾暗4点左右，总共有10间的分店去互创空。有不明的人士甲糖，或者是钙末粉倒落麻油鸡内底，害人规鼎汤拢报销爱倒掉，嘛无法度去做生意。嫌犯抓到3，这个警方抓到3个嫌犯，拢差不多才20岁。即摆要进一步来追查，这个背后是毋是有藏假人的指挥？穿乌衫的查甫人伫安全帽啊，行为怪怪，手里阁摕一包青色的粉，等落定了后就随走。好好的一鼎汤，熊熊红等物件，店员惊甲叫出声，就随走出去入。熊熊红攻击，店里一个也真混乱，就惊粉对人有伤害，店员敢来当甲规鼎汤拢倒单掉。看到他丢东西，我就叫他尖叫，他吓到东西直接整袋往锅子里面丢了。他已经过去永庆房屋那边，我也不敢去追。今天上来上班都很心慌。当时李姓嫌犯就是从这个方向拿了一包不明粉末，是直接丢到麻油鸡的锅中。店员吓到赶快报警，警方事后调查发现，双北有10间店都有相同遭遇。店安全部啊用汽车刷围，警方调查发现，同一时间有3个无同的嫌犯，伫咧这间连锁的麻油鸡店当中10间分店下手犯案，手法嘛拢真相像。警方追查21岁谢姓嫌犯，下晡3点半前后到罗井的2间店；25岁李姓嫌犯伫咧下晡伫4点到中和和文山区犯案；22岁江姓嫌犯是选择淡水、树林、北投拢总5间店来等不明的粉，10间共品牌麻油鸡，共款的作案手法，拢选伫咧跨年夜进前，敢若是炸掉疫苗。迅速在3个小时内拘提涉案的3名犯嫌到案。案经调查，到案各嫌对涉案内容避重就轻，恐吓意味意图明显。全案将查明后解送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侦办。根据了解，这个粉大部分是糖，也是wasabi等无伤害人的物质。到底幕后敢有藏假人，敢是甲品牌股权有关系？警方会继续追查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